看到这外送平台 Uber Eats 头一届公开外送员薪水的调查报告，讲这外送员平均1点钟的薪水是270块。不过，国内的外送平台工会拢批评讲，拢无把这等待时间算入去成本内面，也呼吁讲着要制定外送产业专法来确保外送员的权益。 他说看到没有管你几秒的，看到就是开。临时停车提餐饮都叫人开罚单，外送员真无奈，一个不用机车等开销，拢是做外送工作爱负担的成本加风险。外送平台 Uber Eats 头一届公开一份外送员薪资的调查报告，讲外送员的平均时薪是270块，引起议论。就是烫奖的话会比较多啊，如果因为烫奖的话，像好像一个礼拜会有1000吧，满10趟的话，司机要充多少？270，开玩笑，笑死人！单要充很多。废话。Uber Eats 这份报告除了显示平均时薪270块以外，收入净25%，平均时薪是312块，后壁25%是224块，而且6成外送员是兼职。另外，我近4成外送员运用不同平台伫咧赚钱。即便连台北市都是不足最低时薪的，代表平台其实刻意用这种高抽成、高奖金的方式来逼外送员要达到他希望达到的单数。持平来说，双北地区一定是有200块以上的，但是这个取决于就是你有没有跑到顶标才有办法。以目前来讲，大概平均双北的行情，大概这样跑下来，大概220上下。对这代志，外送平台工会批评这个调查甲工作的实况完全无符合，像讲无甲备勤时间、等的时间成本纳入计算，嘛呼吁爱制定外送产业专法。保障外送员的权益。记者卡号 Uber Eats 由委外公关代替回答，表示暂时无接受访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